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台，头先就来报您知。宜港大配入境拢爱集中检疫，所以逼出烧坏风险。另外，高雄有宜港地防疫旅馆隔离刷走出来，甲港去互卫生局发现。台北网甲青山王廖警因为放炮的噪音甲粪扫问题引起民众埋怨，台北市199专线药房一直卡去投诉。印尼决定要使用中国警方的武汉肺炎疫苗，而且是对明年正月中开始互民众注。讲到大部分的外籍移工，若准备入来台湾，拢是用规批入境方式，而且因所困的所在，就是爱困迄款大通铺。亲像最近就发生有移工染到武汉肺炎，所害其他带港警的47人，拢爱返来重新检查过。就国际劳工协会呼吁政府讲，就爱看重这个问题。另外，高雄市卫生局也针对讲住伫防疫旅馆所逃走出来，甲隔壁间开港的移工进行处罚，上少爱罚10万块以上。一个30多岁印尼籍的女性移工，这个月测试检疫期满了后，确诊新冠肺炎。疫情指挥中心赶紧调回要甲伊住港警宿舍的47个移工，所发现移工的宿舍生活环境是真歹。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批评讲，国内有真侪移工的宿舍拢是困中铺的，疫情嘛是共同使用，根本就无法度落实防疫，而且移工检疫出问题，所干那罚头家嘛无公平。到台湾还没到雇主家前，雇主完全不知道中介公司怎么外包，除非移工跟雇主犯法，否则那个罚不到中介的。所以其实对于中介来讲，根本没有罚则可言。团体入境的移工去到防疫旅馆，却因为放轻松了后，就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高雄市卫生局因应居家检疫的人数增加，加强防疫旅馆的稽查。11月份到达，已经有19例违规的案件，其中有9个是外籍移工。调监视器的画面看，有人想要去隔壁开港，有人伫巷路泡泡面。出去无几分钟，换来是10万块的罚款。卫生局会针对主案那予以这一些违规的民众，包括雇主进行相关事证的厘清。那厘清案情之后会逐一的进行裁罚。那原则上只要不出房门。不少县市拢有移工居家检疫违规或者是失去联络的案件，并且3月中嘛捌传出2个移工入境了后失去联络，加在尾手有找到人，伫5月份遣散回国。目前秋冬国际上搁发生疫情第2波的高峰，国内感染症的专家建议讲，外籍人士包括移工14天检疫期满进前，应该搁一届做采检，甚至加减血清抗体，会当帮助了解过去感染的情形，而且找到感染源，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这几天吵甲热扑扑的，就是台北绑架青山王的廖警活动。今年拄好是建军165周年，庙方也分做3天廖警。有的人是尊重在地信仰，认为这讲爱欢喜来供应青山王；有人认为讲一直放炮啊伤过吵，甚至规涂骹拢是粪扫。面对着这款情形，庙方也出来回释咧，市长郭文德也讲会做一个检讨。艋舺青山宫绕境活动，炮声4月响，今年是建军165年，庙方扩大举办，连总统蔡英文也伫初六亲自前往参拜，这热闹的却互附近的民众反弹，甚至初7透早有一户民家厝传出火警，疑似因为炮啊射入厝内所造成的。往年大概是3点到6点多就结束了，今年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啊。就到了早上7点还在放鞭炮。今年所有的阵头呢，超过我们的预期哦。那所有总人数超过8500名的阵头数量的人员参与哦。那总红坛人数32座，依据我们往年的红坛呢，大概只有18座而已。只是说鞭炮的数量不是在我们的掌控范围之内。3天的绕境，各大公庙同齐参与人数超过6方预期，4空的民众叫苦连天。北市府1999接到青山宫宗教绕境活动检举案件，初4到初6，检举噪音、塞车、空污的件数达到500件。初7透早到上班时间9点，更加含。干那检举噪音案件都有234件，塞车交通违规有191件。1999接下嚟，活动粉丝专业也用伫大量抗议的大文，也包括台北市长郭文泰的名册。事实上，昨天晚上1999就被万华地区的民众打爆了甚至包括我的脸书，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最热门的都是很吵他们会召集这些公庙的负责人还有那个里长区长，甚至地方的一些
协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协调过程里面，那还是让很多的民众受到影响，那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抱歉跟遗憾。同时间也伫网架演出的无党籍立委林统祖出面回释咧，北市府也讲会进行检讨，期待会当讨论出传统的宗教民俗活动拄到现代人讲究的生活品质时，有共存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长院长苏贞昌今早起去到台铁的瑞丰甲高东仔路段视察抢修的作业，却因为天气歹，抢修的进度有去前着。苏贞昌也表示讲，虽然通车是真重要的，不过工程人员的安全也是要放大声。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讲，这件事故也显示到台北到宜兰的高铁是真重要的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讲，年底进前就完成综合规划评估。台铁瑞丰高东仔之间因为连续大雨所造成的边坡骨路无将油源继续清理，势必会造成机能有一些部分的污染啊，但是它的水毕竟是干净的，没有毒的，也这个地方也请社会大众见谅，也不要令人恐慌。为了加紧清运土石作业，调用抽水机到现场抽积水排入吉兰河。到现场视察抢修作业的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别指示，会当排除环保法规限制。除了抽水，也拆掉电力杆代替导航民族，不过上大的问题是伫天气的因素影响工作进度。苏贞昌强调，通车虽然重要，不过有关以工程人员的安危是优先考虑。通车一定要安全，是，当然越快越好，但是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是现在施工人员的安全。因为天灾的关系，目前车子在宜兰或花莲那边回不来，或者是全线在考量编组的运用，所以会有部分列车是全线停驶，以及部分列车是分段停驶的方式来因应。感谢工程人员幕后抢修，不过铁路中断影响北部东部路线。台北市长郭文哲采纳表示，这摆意外也显示高铁延伸宜兰的重要性，以支持加速兴建北宜高铁。交通部长林佳龙回应，今年底都会完成综合规划，相关政策谨慎评估。要绕开翡翠水库的集水区，所以确实在北基的就是轨道路网的政策这个小组上面这个地方首长都支持。天气不好，土石松软，和抢修工作更加困难。台铁预计上紧12月13透早5点恢复单线双向通车，也因为这摆事件，交通部处长陈建斌伫立法院质询时表示，已经执行台铁局全面检讨，将边坡巡检制度联动检讨，希望会当发现潜在规项边坡来进行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寒天、东北季风影响，南苏往回台东的船帮对11月27开始停真久啊。不过初一透早风影有较细，船公司随开2帮，甲物资以及着230位的居民送回去南苏。等10天，台东往回南苏的客轮总算会当开船啊！透早富港渔港客轮码头客满要登去南苏的居民，赶坐2班客轮登厝。大家赶大包细包的行李，也搁都爱摕登去岛上的食品、日用品客上船。另外，有来台东休假，也甲来遮办公室的一寡老师甲公务人员，今仔日总算会当登去岛上，大家心情才较轻松。回去上班了啦。本来4天连假，结果后来就卡住回不去了。回不去了。11天的连假。学校还可以啊，因为都有请代课老师在帮忙科务。过去台东离岛客轮航班受到风台影响停航上久14天，不过这届受到真强的东北季风影响停航，破当地单季停航上久，达到10天的记录，影响到民生需求。当地民意代表呼吁政府爱重视离岛交通不方便的问题。不管是我们的交通，不管是我们的医疗、教育这一块，甚至很多的需要，我觉得大家一起来看见兰屿的需要。中岛2只客轮拢到兰屿，物资也伫初6、初7由海巡舰舰也甲客轮运到兰屿，暂时解决掉学生囡仔营养午餐的危机。若是医疗物资，兰屿卫生所表示目前真充足，空中转进的管道也真顺。客轮业者表示，这2天天气变较好，会加开船班到兰屿，载人甲载物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天新闻台换执照无通过，中天进前就申请加处分，希望保留这个52台这个频道。不过在今仔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却驳回申请，中天新闻用声明表示愤怒甲失望，也讲因会依法提起抗告。第一个，
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顶个月18，决议对中天新闻台无互因花照，接着到期日是12月11。中天电视公司不互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申请加处分，法院初一裁定驳回中天的申请。申请人也领有其他的这个执照，可以持续经营，因此上南认为原处分对于申请人已经造成了重大的损害，或者是有急迫的危险。函其中认为，新闻媒体属于公共资源，媒体使用甲发展应该受国家政策甲主管机关 NCC 依法监督。那允准中天申请，未使中天接到加处分庭书，回避国家就卫星频道事业换照监律违反。另外，52频道反映认为，频道是由有线电视系统甲卫星频道事业也是代理商经过商业机制形成，属于司法上法律关系，并毋是公法上法律关系的争执。所以，中天要求禁止其他业者就52频道提出归回申请，无符合法定申请加处分要件，必须是限于争执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要件不符，因此此部分的申请也一并裁定驳回。对此，中天新闻发声明表示，对法院驳回申请加处分表达愤怒甲失望，将依法提起控告。中天新闻认为，法院对新闻自由伫即摆外交案已经遭受重大个级别的危险，无讲一句话，而且听证会有重大欠点。中天新闻475名观光游员坚守到最后。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英平较早也伫面册发文表示，对即摆加处分驳回裁定表示非常的痛心甲失望，呼吁全民做司法靠山，唔通互中华民国变成独裁政府。另外，总统府是表示尊重司法，无评论司法个案。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美军的两栖突击舰马金杜夫坐落通过俄罗斯正南边开对南海去，甚至台湾附近的空隙，佫出现8摆的美国军机、连海鹰直升机也是头摆出现。有学者表示讲，可能是美军侦查到中国解放军的畅水艦伫咧海底作业。另外，中国军机在今仔日又佫再来扰乱台湾咯。中美持续伫南海竞争，美国海军乌方级马金多号设立通过俄罗斯正南方航向南海。同一天有8台美国军机伫台湾的空隙附近飞，特地做的是海鹰直升机头一届出现。海鹰直升机主要是用伫反潜任务，也有可能美军侦测到解放军的潜水艦水下作业，也是美方大动作展开军演。它也是可以去搭载，不管是气垫船啦，或者是直接讲它的海军陆战队啦，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包含了一个有这个兵力投射，告诉解放军也好，告诉周边国家来说也好，我不需要航空母舰了，我用2栖突击舰就可以去取代航空母舰了。因应南海作战的方式，两栖突击舰赢过航空母舰，一旦快速执行拍、炸、走这种战术，重要性大幅度提升。伊将成为美军伫南海小规模战争逐步代替航空母舰。所以，两栖突击舰的动向未来是重点观察的项目。另外，解放军无停止骚扰台海行动，切切又搁侵入咱西南空隙。中华民国中天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立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空军依照惯例实施公布赶走，不过这届半点钟赶3届算是真罕见的。根据统计，本个月逐天来报道，连续7天入侵咱空隙，显示解放军扰台频率提升。外界研判，也有可能是针对海峡进行其他的布局。针对您的这些相关的论点呢，我们毫无所惜，我们持续加强在西南我们这些敏感空域、海空域的相关的这些联合性监侦的作为。学者认为讲，中共军机扰台变作真事上，这个加强扰乱的时间，也有可能是超过伊要暗砍到潜水舰水下作业，国军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守所收押被告人数已经收过甜，日前要发文予法院甲地检署。若准备甲人收押时阵，可能就要考虑到台北看守所人数已经甜的问题。不过，因也表示讲，这是甲事实讲出来，也尊重法院甲地检署的做法。无介大间的空间，有吊衫裤，还有日常的用品，这是关押犯人的台北看守所。不过内底羁押被告人数伤济，已经超过会当负担的量。顶一日看守所真罕见，发文予台北、新北、士林等地方法院，还有地检署，希望因考虑到看守所收容的困境，评估羁押的人数。收容的空间就不足了，这样我就反映给他，因为要不要
机啊，要不要怎样，都是他们在发动，只是一个反映我们现目前的收容的困境。副所长表示，目前羁押被告的人数超过200个人，强要带袂落。若是持续超收，恐惊会有介护甲管理等等的问题。台北看守所除了收容羁押被告以外，嘛关刑期3年以下的受刑人，还有部分的死刑犯等等。不过，台北看守所核定收容的人数是2134个人。最新的资料显示，目前收容2520个人，超收率是18%。它算高，但不是最高，因为我们知道在桃园监狱，它的超收率是接近50%。对，那还有其他像看守所的压力都蛮高的，像台南看守所也很高2级，然后台中看守所也很高。面对监所超收的问题，矫正署表示，除了持续机动移加来降低台北看守所超收的比率以外，依然监狱扩建的工程已经完工，会当增加超过1000人收容的名额，希望会当解决这个状况。不过，监所关注小组认为讲，若台北看守所有超收的问题，全台湾各间监所的收容压力拢真大。政府目前一直咧扩建监所，而且用移监的方式暂时处理超收的问题，这根本是代志颠倒头做。目前第一要紧的应该是爱做再教育，来降低犯人搁再犯罪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真侪人拢会去到阳明山的擎天宫看牛。不过，这个所在1个月以来才发生6只水牛查无原因的死亡。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也是正咧调查，上界烦恼的就是惊讲有传染病风险。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擎天宫的水牛1个月以来小连续死5只大只，1只牛仔囝，目前也当咧化验死因，也会加强看顾水牛的状况。有真侪人骑车开车的时阵，拢会互迄个冲出来狗仔惊到。伫高雄，就一个富人人为着要闪冲出来狗仔，摔一个无细地，摔一个重伤死亡。法官认为，讲狗仔主人无甲狗仔绑好势，爱负起责任。最后，双方也用125万和解。另外，主人也爱互判8个月的有期徒刑。画面当中的这只狗仔无用锁牵掉咧，直接走去路中央，一个骑奥多麦的人有闪过。不过，这只狗仔哪像去惊到，向撞对对向的车道，结果互另外一只骑奥多麦姓段的负人人，因为闪袂赴全规个摔伫涂骹，送病院急救了后，还是救无倒来。狗是无安怎，人摔着，但伊嘛比安怎无啊，哭人头壳个款。那时候在做路边摊啊，然后在洗地瓜比较麻烦啊，所以我们就门开着，然后把它拴着。我们绑，可是我们没有绑。让它松脱了。这个意外发生伫去年1月份，这只狗的主人也就是姓颜的民众去向函送法办，不过因好人有疏失，强调讲有甲狗用锁绑伫门手的，可能是绑了无够严，狗才会走对车路去。不过桥头地方法院认为讲，狗的主人要是爱负责，所以以过失致死罪判8个月有期徒刑。这个狗的主人有上诉到高等法院，不过是去互驳回。依其1审的判决，爱赔被害者的家属125万达成和解，而且缓刑2年定刑。自主应该要防止所饲养的动物无故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而且任何人不得疏忽、纵容、畜禽或宠物在道路上奔走，妨碍交通。当地里长表示，这个狗的主人本身是中介收入户的家庭，原本是伫摆路边搭。买手这对翁仔某改做长期照护员的工课，负责照顾弱势团体。这马煞因为家己的疏失，都要面临着100多万的赔偿。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度出国，加上国内的3轮进程开放了后，真侪人去爬山。伫南投灵高万岭岛，就真侪民众去露营，澎湖边也是大家满世界，若影响到脚路，也无户内山路，增加爬山的危险性。报道上有几顶布棚都伫遮扎营，特别无法度通行。有的伫路边的空地啊，有的直接占据道路，未少登山客要过拢无简单。都是帐篷，沿着帐篷出去，我的妈呀，这要怎么走啊？唔那影响通行，四khu位无护栏，看起来实在危险。这是南投灵高关岭道，最近有登山民众发现原本无开的步道，互几顶的布棚阻挡去路，随地露营的乱象也带来未少本数对环境造成冲击。很多垃圾哦，它应该要随身携带，要乱丢，给自己方便也要给别人方便。
位伫南投甲花莲交界的基兰南峰甲南华山，讲是台湾上好亲近的北角之一。因为坡道相对较袂行，景色真好，最近吸引不少民众前往。登山专家表示，因为山林开放甲疫情影响，登山客增加，也互天地山总真歹应付。都还是真的非常的碰运气，尤其是要申请山屋的部分。对，因为山屋大概只有100个床位以内，那你就想每一个6日有那么多人要去，承载量一定是不够的。已经在着手修改这个草案，我们会考量这个状况，然后把它加入这样的法则。因为无法照加上这个路段唔免申请入山证，地属每个假日客满登山客。专家表示，随着阵营，若影响环境，也有潜在危险。呼吁若讲要前往，也是爱先较真大数，甲看卖家己的体力。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要开3亿，伫民间乡的清北坑要起一座天空之星高空景观塔，预算也已经通过啊，目前等咧计划。南投县政府是期待讲，这座景观塔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不过有专家表示讲，用硬体来带动地方观光，相关的规划也是真重要的。位伫南投民间乡上坪岭起的天空之星塔顶有大型球体供电装置技术，塔身上路线通到塔顶的景观平台，用360度看中将头3地景色。南投县政府开3亿，要打造南投的新地标。步道没有什么收入啊，那个好像让大家走一走啊，没有什么卖点啊。我相信我们的天空之星将来开放之后也一定很快这成本就收回来了。全国刮目相看，县长真有点子。天空之星含球体悬58公尺，规建筑基地0.5公顷，地点伫南投民间乡上坪岭活寿天宫。建筑师指出，设计概念融合地景甲民间信仰文化，地质调查有适合起，也符合建筑法规6级地动的控制规范。我们下面比较多的是一个软砾石层那以在地质上面的承载力上面来说，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观光学者指出，南投有全国上济天空步道，有成功也有失败。高探证天空之球一条过后，观光客减少真济，让洪水墙、空中步道甚至停止营运。用建设来带动观光，除了地点区域、交通方便、软体配合也真重要。它的可行性的空间一些产业融入的空间，算生命周期或者它绩效，可能效益要来比过去那个来的更大。学者指出，这摆南投县政府要起步道，该起高塔，是不是成功？伫周边的配套是不是热调过后，就算成本回收后续的营运管理拢是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印尼总统伫初六暗时发表演说，表示已经收到中国警发的120万筒武汉肺炎疫苗，按算伫明年正月中就会开始互民众注啊。波音777飞机伫初六暗时到印尼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机组人员落一个搁一个的白色货柜，货柜内底装120万剂新冠疫苗，是为中国空运过来。Bahwa hari ini pemerintah sudah menerima 1,2 juta dosis vaksin COVID-19. Vaksin ini buatan Sinovac yang kita uji secara klinis di Bandung sejak Agustus 2020 yang lalu。除了这120万剂，伫明年1月，第2批180万剂疫苗，也甲几100万剂疫苗原材料也会送到印尼，并转送到当地疫苗制作公司进行生产。当局一定伫1月中下旬紧急使用了后，开始大规模注射。Afirmativos 26。42张赞成票，予阿根廷参议院通过100万富翁税法案。伫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确诊数达到140万的阿根廷经济陷入困境。新法案实施了后，将对全国12000个好业人课征税收37万5美金，相当是新台币1000亿。税收要来用伫对抗新冠疫情，买医疗用品，同时提供中小企业的救济。因为一直等无政府救济的街头艺人，伫厨堂内底用心演出，观众过一因暴力伫欣赏。表演结束了后，将钱投入去赞助商。疫情冲击，使得观光客源减少，街头表演者的收入也减少真济。伫德国首都柏林，都有典场设计师发挥的创意，将店面改做舞台。
Ich denke aber auch im Nachhinein wird man vielleicht dankbarer sein darüber, was man alles hat an Möglichkeiten, an Kunst, an Kultur, an Leben. 为 hip hop rap 歌剧也甲讲讲秀，表演者伫厨堂内底会当闪开甲观众前伫室内，阁会当同时甲民众来讲笑。疫情的影响下，表演形态出现新的可能，也将会揭露另外一种的风景。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美国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初六一天住院的人数就超过10万人，连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也感染住院。另外，已经选调总统的拜登，伊也提名加州检察长Becerra 做卫生部长，若准有成功，就变做头一位有拉丁血统的官员啦。美国总统川普的律师朱利安尼新冠病毒验出来是阳性，目前已经带入去乔治城大学的医学中心做治疗。朱利安尼后生伫推特顶悬表示，因爸爸目前伫收养当中，有好好甲伊照顾，目前状况也袂歹，感谢亲戚朋友的关心。因若总统川普嘛铺文，希望朱利安尼早日复原。76岁朱利安尼是属于高风险的族群，嘛是川普核心圈内底上新一个确诊的人。美国的感恩节才过一礼拜尔，疫情摊开的效应已经开始出现。根据美国数据库新冠病毒追踪计划的统计，全美国伫初六住院的人数超过10.1万人。洛杉矶迄天通报过一日新增加的确诊人数嘛超过1万例，嘛是从疫情发生以来头一届超过1万例。加州嘛因为南加州、圣约金谷地两个所在加护病房，敢若剩无到15%的病床通好用，所以初六开始实施部分地区居家令3礼拜，差不多有3300万的居民受到影响。When the region is placed in the stay-at-home category, the bars, wineries, personal services, hair salons, and the like will be temporarily closed for that 3-week period. 美国疫情到今也未转好，伫德州病院做工课医生华龙，感恩节迄天安慰老阿伯画面，去互发新社的记者翕落来了后，嘛互大家开始注意到真侪医护人员，因为疫情无暝无日，已经真忝颓。因若华龙伊家己已经连续做工课超过260天，因为大家规分司拢全副武装，面清在拢看袂到，伊甲几下医护人员，甲家己的相片挂伫分丝顶，方便患者来辨识。华龙嘛讲，大家拢已经伤忝啊，医疗体系已经强要记载袂掉，请民众家己都要防疫做好，互医护人员喘一口气。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提名加州检察长巴塞拉做卫生部长，虽然伊的专长是刑事司法，不过过去嘛真注重医疗保健的议题，包括保护人讲后继健保的评价医疗法，莫去互共和党的司法部长废除。提名若通过，巴塞拉上任了后的任务恐惊是无简单，爱伫这个真艰难的时阵，带领团队对抗疫情。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讲到武汉肺炎的疫情对身心障碍囡仔有正大影响，是因为若准隔离，即寡囡仔着无专业的教育环境，伫厝里就根本浪费时间，连家长也有可能是无法度照顾，甚至有听力障碍囡仔是看别人讲话喙形伫咧判断意思，法国着学校发透明的喙暗福音，改善囡仔的问题。法国上加隆县这间小学5年级的特教老师挂透明的喙暗上课，听众小朋友看到老师的喙形搭配手语，比过去挂喙暗上课清楚真多。老师甲学生囡仔互动更加热烈。Avec le masque transparent, on voit beaucoup mieux. C'est parce qu'avec le masque chirurgical ou en tissu, régulièrement, on est obligé de baisser le masque pour pouvoir avoir accès au. En fait, c'est parfois un peu compliqué à cause de la laine, ça devient flou, donc on a du mal. Il faut le laisser s'aérer jusqu'à ce que. 过去特教老师为了加强教学沟通，尽量放大动作，但是感觉真无自然。法国政府最近开始对小学发放这种的透明喙暗，不哩受到特教师生的肯定，因为安尼会当更加清楚看到双方表情，才会当知影对方到底听有无。目前透明的喙暗也无普及到每一个学校。来看美国，14岁自闭症的贾许不晓讲话，原本伫学校学习的状况是袂歹，不过今年3月学校关起来以来，身心状况常常停落甚至倒退，经过无看的激动甲失控的情形，佫开始出现。This has basically put his life on hold for a year. We're expected to be teachers, physical therapists, paraprofessionals. You know, they just basically one day announced to us that they're going to close school, and this is what they expect of us.
随着第二波疫情搁弹开，各州当地考虑是毋是搁将学校关起来，互厝内有特殊需求儿童的家长真不安。贾雪爸爸甲伊的女朋友雪伦，拢是无受封锁影响，必须爱出勤的基础工作者。按过贾雪状况，必须规工有人照顾。今年3月开始，敢来当抵押厝的贷款，逐个月加开几6000块美金，请特殊保姆来顾，无正无法度工作。贾雪爸爸对当局求援，所得到是派遣一个特教辅导员，逐工到厝2点钟，陪贾雪学习甲活动。虽然有淡薄帮助，按过离实际上课的时数也是差真济。父母照顾的重担并无减少，像这种的情形，家长捌对全国各州教育部门提出集体的诉讼，要求法院下令立刻为特殊需求学生囡仔重新开放学校，也是为这个必须离职的父母，也是必须请人的这个父母提供补助。按过11月份，互纽约市一个法官驳回，原因就是欠缺管辖权。家长虽然了解远距离学习伫疫情的影响下是必须爱，按过身心障碍囡仔伫这种的困境中也是更加弱势。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讲到香港警察，伊是搁再用香港国安法开始抓人啊！这回要真侪为民主派机关去互抓起来。香港警方表示，是因为讲在今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毕业游行内面，拿香港独立的牌仔也画香港独立的口号，其中有5个人是违反组织，有3个人是违反着香港国安法。初7透早，伫个人民册声明家己去互香港警察掠走，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友，也就是要代表泛民派参选区议员失败杨子俊，甲现任关东区议员陈奕迅，还有西港区议员李家瑞，拢破文讲已经去互带去警署，而且是因为涉及11月份中文大学的毕业游行。中国月19，中文大学以疫情做理由，甲毕业典礼改做线顶举办。毋过有要100个中文大学的毕业生穿黑色的学士衫，自主伫学校内底发起游行，甲去互扣留伫深圳的12个香港人乌烟，嘛有人举标语，大写画香港独立的口号。咱的学校是报警察处理，警方国安处几10个人员过转工落去学校内底搜证。香港警察初1下晡召开记者会，正是因为中文大学毕业游行的这个案件，逮捕8个人，其中3个人涉嫌违反香港版的国安法。個拘捕行動咧，我哋咧係一共咧係有8名嘅男子嘅，職業咧係有學生啦、社工啦，同埋2名嘅區議員。香港立法會正議員柯志芳當日咧講，因為香港版國安法這個惡法生效了後，香港正式去予報警通知，所以宣布流亡海外。初6，伊伫人民冊表示，伊甲出任的人伫3間銀行至少5個口座內底，幾啊百萬的港票攏去互凍結。雖然有捌開放，毋過初7閣一間去互凍結。柯志芳批評講，伫咧有香港版國安法的情形之下，香港政府用經濟壓迫來實施政治報復。暴力事件到今年新冠疫情，到過去幾個月美國所謂制裁，仍然係穩如泰山。嗰位許姓嘅先生咧。我哋係凍結咗佢同埋佢相關人士咧，一共咧係85萬港元嘅嚇。呢一筆嘅款項係咩嘅情況咧？就係話佢較早前嘅時候咧，佢係透過一個眾籌咧，就而得到嘅。雖然香港警察駁回講，會凍結柯志芳嘅口座，甲香港版國安法並無關係。不過李桂華嘛警告，柯志芳喺海外言論會違反香港版嘅國安法。針對中國當局對香港嘅手段，各國攏真關心。根據外國媒體路透社嘅報道，美國政府不滿頂一日香港4個泛民派議員去互取消資格，因為安尼會閣至少對12個中國嘅官員實施制裁。記者綜合報道。講到最近有人針對着有受處駐文單佇亂畫嘅情形，所以引起政府嘅注意咯。中央銀行佇今日下晡4點半舉辦臨時記者會，宣布要啟動選擇性信用貸款管制，也提出壓制厝價4大措施。這回是針對着公司法人自然人買地買新起好嘅厝有貸款趴數嘅限制。央行總裁袁國良初7下晡親身開記者會，繼10年了後，閣一擺宣布啟動選擇性信用貸款管制，4大管制措施12月初8禮拜2正式生效，強調無溯及既往。購地貸款部分的借款人呢，利用銀行的資金呢，進行養地囤房餘額貸款呢，也有授信。條件過於寬鬆的一個現象，我們不希望銀行呢過度集中不動產授信，訂定一致性的規範呢，以利其遵循。
央行99年宣布第一摆选择性信用贷款管制规定，搁进一步修正。这一摆第一摆针对公司法人主体贷款限制贷款成数，第一户限贷6成，第二户以上5成，拢无宽贷期限。自然人第3户以上含第3户限贷6成，无宽限期。另外，买高价主体贷款维持6成，另外买低贷款上悬6成5，按过保留1成同共款。爱减负具体行政计划。另外，2亿贷款也第一摆纳入限贷，上济5成，主要是希望建商应赶紧清理所存的厝，让他能够尽速的来处理他的这个余屋，不然的话呢，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他有一些囤屋的一个现象，就是囤屋或是囤土地。杨金龙表示，选择性信用贷款无影响第一摆买厝人，甲一般民众换厝。强调这摆会推出信用管制，是因为台商开台资金流入房市，中南部已经出现房市伤过热的现象，为健全房市才会出手。强调，假使房市伤过热，对台湾经济也是一大伤害。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伫今日审查明定猪甲牛伫国外会当使用300种的行政命令，民进党团利用人数优势表决了后，专案送到议会去表决。国民党团也批评讲这是违法的表决，也呛声讲伫咧明仔载，也就是初八调野协商的时阵，要进行反制。南亚立委表达心中的不满，因为经济委员会初7连续审查，明定猪肉、牛肉伫咧外国会当使用来克多巴胺的行政命令。国民党团认为讲，这等于是宣布有300种的猪肉甲牛肉会当合法输入台湾，要求委员会爱严格审查。不过，民进党团利用人数的优势，先提案停止讨论，表决通过，引起南亚立委的不满，全拢总去主席台抗议。怎样通过？怎样通过？违法！过程当中，主席台麦克还阁互拆落来。不过，民进党的调委赖良水持续针对专案，敢是要全数保留，上议会讨论，持续表决。也拿绿营伫咧人数的优势之下顺利通过。会议约10点半就结束。河南也批评讲是1分钟的委员会，不敢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也不让在野党有发言的机会，行政机关也不敢做回应。推动这样的政策负责任吗？国民党整个意志程序不懂，那今天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明天要朝野协商，为国民党要的部分有关于有个查照案改审查的部分做程序性的处理。那也批评讲，这是违法表决。明仔载初八由院长调集的调野协商会进行反制，绿营是强调讲会赶在年底进行完成审查。我们尊重经济委员会及所有联席会议今天的会议的这样的一个决议。那我们尊重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政府伫明年1月初1就要开放进口有300种的猪肉，引起敢是为着要甲美国贸易合作交换的条件。不过，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顶日来表示，最近未甲任何的国家签双边的贸易协定，佫引起讨论。这个是整个台湾在参与所有的国际组织里面的一个障碍的解除，不代表这一个莱克多巴明年1月1号的这样的一个猪肉开放是来换取任何所谓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或协定。针对进口有核污染食品的代志，大家中嘛强调讲，未来不管是虾米款的情形，绝对袂有任何辐射的食品入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气候教育部决议讲，109项年度就要停止招生的空灵大学台南校区，明年6月了后，只剩2个科系尔。所有学生去投诉讲，有一位副教授兼5个系所的系主任，以及2个行政管理职，甚至佫假讲伊唔是伊专业的科目，由伊来教。教育部也回应讲，会找时间去查核教学品质。大顶悬一大官，系主任甲行政主管职竟然拢挂同一个人的名。这学年度起停招的空灵大学台南校区，因为部分系所学生甲老师减少，竟然互一位系所的副教授一个人兼尽职责。如果他的专长不符的话，他怎么能够规划或者是了解这个系所需要的专业核心能力？他怎么来规划这个系的课程？那对于这个系的系务发展，当然就会影响很大。这副教授原本伫健康照护管理学系教册，即马兼5个系所的系主任，还佫兼2个行政管理职，也佫有伊毋是伊专业系所的14科，引起争议。不过学校表示调度符合规定。老师也走了，没有人有副教授资格。系主任的这个签证是学校行政自主裁量权的一个部分，是符合规定的啦。
全国数学工会表示，小组校和数学派招生，未少财务困难学校，亲像远东科大要组建新检所一个情形，认为教育部应该全面检查。我们会依照上开的规定来处理，那我们也会每学期到学校进行教育品质查核，针对老师的专长以及他的资格部分进行检核。由教育部对2013回董事无重视，高控制学校财务恶化，向法院申请解除全体董事职务。地院已经在1月17裁定解除，学校回应校部运作无受董事改制影响，财务也无问题，无欠老师薪水的正常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小只野兽小红已经找到啊，是一个深坑的山区界找到位。虽然讲伊的身体有欠温度、有欠血情形，不过也已经渐渐伫咧恢复。动物园也表示讲，上少可爱经过1个月检疫，才会当到动物园内。别动，来，用面巾包咧。保育人员甲只野兽摸入去笼仔内，伊就是9月初1，带因囝逃走出去动物园的蓝比小只野兽小红。初人下晡1点，动物园接到民众通报讲，伫咧深山附近的山顶发现只野兽，而且佫翕相互因辨识。动物园这边确认是因迄只只野兽了后，出动36个人去山顶敲找，伫咧3点外的时阵找到小红。就从那个位置点，在放射性的往外围去寻找。非常幸运的，在一棵大树的基部，就发现有一只小食蚁兽，毛巾包住了这只小食蚁兽之后，就把它放到小搬运箱笼里面，再用人力把它扛下来。因为发现小红所在，都要行40分钟才会到位。保育人员真无简单，才把小红送回去动物园。兽医师检查了后，发现小红的体重比走出去进前还佫减1公斤。简单甲清洁了后，甲伊吊大肠，保持温度，而且伊即马佫会当食用果子，还佫有菜色加的物件。他身体是有失温的状况，那当然体力没有非常的好。那再来呢，验过血样检查之后，发现他有贫血。我们大概兽医同仁优先处理的就是能够帮他把身体做保温的动作，因为是员外进来。重新回到园内，所以以检疫来讲，至少要预计是1个月的时间，确认它没有任何传染性疫病的风险。因为小红的查某囝红豆啊，已经断龄会当独立生活，因为安尼未来还佫爱看因互相的适应性，因无一定都爱住做伙。另外，顶个月22走无去的石虎菲菲，目前也未找到。动物园也希望民众会当多注意，若有发现石虎的行踪，会当通报给动物园。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文化部对7月开始推出艺放券，使用期限也特别到咯。文化部也表示讲，目前还有4亿外还未使用，也提醒民众爱会记伫消费，嘛加强宣传的力头，希望伫最后阶段会当来加强消费刺激。2、1，请插卡。文化部分别伫7月底和9月杀出2阶段的艺放券，要来进行艺文产业，总金额15.6亿的票券，伫全国万外景的艺文店家场所拢通使用。疫情期间，其实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那对于这个艺文的这个产业来讲，其实冲击也很大。好，那我想那个透过消费的支持，对我们产业来讲，会是一个实质的帮助。根据文化部的统计资料，11月2日进前使用金额有10.4亿，其中所谓券占8.5亿，抓本1.9亿。以排名来讲，消费第3名的是表演艺术产业，金额9000万；第2是电影院有2.7亿，排第1的册店和出版业，累积金额是5.8亿。我们也是应该说，通路里面算是很积极，也投入资源，跟着艺放券一起开始做宣传。所以我们从艺放券一上线。然后我们是投入了抵用券哦，然后鼓励就是顾客回实体消费。那这一段其实成效很不错。一开始有这些人来有咧用迄艺放券，按久到尾啊就小可较无去啊。差不多开学了还有一阵啊，1个月差不多有加5、6千块啦。大约是安尼数字安尼。其实无甲一成。伫淡水经营独立册店的丁雅文嘛讲，有民众真正因为艺放券消费原本买袂落手的册本，嘛有人客是专工摕艺放券来因店内消费支持。除了册店，其实侪艺文店家、展览场馆拢会当使用。即阵所谓艺放
馆年底就要到期，作本假放馆通使用到明年2月底。文化部嘛呼吁有抽到民众爱一个哩使用完。这个 APP 也吹波啦，希望大家讲，你进去消费相关的店家，在我们这 APP 里，就是里面的这些专台湾的这个艺文的这个产业的业者哈，他们其实在这段时间，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他们也在配合一些相关的行销活动。疫情伫短短时间内，唔若使咱的生活产生真大变化。政府推出的假放券，因为济消费习惯、市场条件影响，其实真好按算假放券带来效益有偌大。若民间业者嘛调整原本的经营模式，拢是毋望伫即个疫情时代找找生存的办法。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张玉水台北报道。最近也出现东南亚移工感染着武汉肺炎的事件，也逼出移工管理问题。着移工团体认为讲，移工入境检疫通过了后，暂时由医管中心安排宿舍，不过所带的环境是真歹。伊也认为讲，政府着爱好好处理，袂当甲责任撒互企业甲移工。相片内底几十个移工客做伙，根本无可能维持社交距离。移工要去头家道，也是去工厂进前，搁有一个暂时等待拘留的阶段。想袂到宿舍的环境竟然是安尼。It's very dirty. It's very crowded, and then there's a lot of Indonesian. Vietnamese, Philippine, it's all together in one place. And the toilet is very dirty. There's a lot of. Are the men and women together? Together. 冇有经验的移工就形容，这种环境那亲像难民营，想我搞的人，甚至只会当伫边仔徛几暗，移工的艰苦无得讲。我们知道这一次确诊这个案例，它很可能是有出来之后，有可能经由这样的空间。那这样的空间，当然它根本没有任何的社交距离。所以有可能会跟其他移工确实是有可能造成传染，是有这个风险的。可是这个责任不在移工，我们真的要劳动部要检讨，要监督这样的一个环境。其实过去就有移工因为宿舍环境歹，向实际的食品工厂抗议的事件，嘛有路团提出过去移工所写的册内底嘛有写大空间无任何的设备，这个问题的出现已经真久啊。这个医管中心，就我们所知，这些人就是去机场，主要的工作就是去机场接人，把他们带去那个健检中心做健检。那这样的过程根本就是仲介服务的延伸，为什么劳动部不能管，没有责任管？不应该管呢？劳动团体表示，移工入境拢靠中介公司做安排，中介公司伫劳动部无法度管理情况之下，外包予医管公司。这个过程若是有防疫的空隙，这个责任算啥人的？政府应该好好思考。记者陈雅文、林玉凯台北报道。联合国通过儿童权利公约 CRC， 是要保障还未满18岁囡仔因的生存发展种种的权利。这个 CRC 公约也特别满30年了。国家人权博物馆特别伫故宫南院推出展览甲活动，招爸仔母甲囡仔做伙来体验。爸母甲囡仔做伙摕笔甲纸伫涂骹创作，老师伫过程当中不断提醒家长，互囡仔自由发挥，爱记得囡仔的参与权。儿童的4种权利，尊重小孩的看法。老师今天用了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举例比较平白的举例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像小朋友可以比较理解说，这些东西是什么。虽然我们老师今天只讲了4种，但是其实那4个都是对小朋友来讲是息息相关的。国家人权博物馆配合儿童权利公约颁布30周年，伫故宫南院举办儿童权利特展。除了有各项艺题、展览作品，各举办活动，希望家长甲囡仔会用透过活动来了解儿童权利是啥物，要安怎来保障。孩子在里面充分的去发挥他的想象力，充分的去让他表达自己的意见。那其实小朋友在这里面，他就会觉得我是被尊重的，而且我是有权利去说话的。那我们觉得这是整个活动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会更认真的去探究说他们就是一些基本权利吧，对，而不是纯粹都会用那种大人威权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展览嘛针对暴力、政治压迫、儿童参与等等内容做小解。国家人权博物馆甲故宫南院希望会用多元、更简单的方式，向南部的民众解说儿童人权的重要性。记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年伫台湾有真侪所在拢在欠水，土地苗地区也宣布停止引产压水。其中新竹县的高美乡上界出名的就是碰风茶，嘛因为安尼产量减少2-3成，民众的收入也减少真侪。地园内底，大家当个板茶，这茶米甲一般茶米上无共的所在，是每一片叶啊，拢有一款叫做小绿叶蝉的糖加过，产生化学变化，才通制作碰风茶。不过今年是受到天气影响，产量减真多。从来也没有像那么长久的时间没有下雨，有没有？有的茶树都被干枯掉了，没有雨水，有没有？所以今年的东方美人茶的产量有没有？势必是减少了很多了啦。暗过嘛，因为今年新竹雨落了少，上惊水的小绿叶蝉在地园内底大量出现。今年茶米品质不一定比前几冬更较好。这个收成的部分大概减少2到3成以上哈，但是呢，因为气候干旱部分呢，那也造成小绿叶蝉的这个着眼的部分呢能够多一点点，所以我们今年整体的这个茶叶品质是更好哈。这几天碰风茶等咧进行比赛，无论是茶米外观、芳气，评审对每一件比赛作品拢看甲真真足。因为今年品质比往年较好，评审对比赛过程甲结果也真有期待。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常常听人讲饲狗仔、饲猫仔好做伴，不过伫高雄市的仁爱之家，却是饲6只家母，互阿公阿嬷做伴。老大人唔但爱照顾这6只家，也爱甲因号名。家母逐工过会生鸡卵，老大人是3钱去捡。透过这款刺激，拖慢失智症发生。你伫遮捡的啊？本家阿公手提一粒鸡卵，这已经是伊今仔日捡到的第3粒。别个老大人有闲嘛，拢行来鸡条这搭，想要看因饲的这6只鸡。乖哦，足久无看鸡啊，毋过伊安那只看伊安尼咕咕，欢喜甲阮用物件才会个足欢喜啊。高雄市仁爱之家是今年8月起这个鸡条，饲6只鸡母，专工要互老大人照顾。鸡母经过训练真乖，阿公阿嬷饲因食米，也是甲鸡仔抱伫身躯，大家拢喙笑目笑。会斗整理去了给鸡舍，他就是他除了被人家照顾之外，他其实现在是有能力会再去照顾这些鸡仔，大家嘛客人去才足欢喜的。其实英国有研究报告，互老人饲鸡会使降低64%失智的风险，所以作家杨环正这几冬才开始伫台湾推广，互老大人饲鸡。仁爱之家的鸡条就是1到3天起的。有一些媒介，这个媒介啊，这呢，因两个有话讲，因两个降低冲突。嘛有话讲呢，麦当劳这个时阵，人讲讲伊的生活有一寡重心。那因为家母来到机构，还是讲来到社区，来到一寡居服的单位，伊会当因为这照服员，因为扛这个动物仔做伙，伊有一寡需要吼。对这个月开始，6只鸡仔拢有家己的名，不管是蒙饲也是娜娜，因逐工食饱佮自由，遮的鸡仔佮遮的老大人看起来同款足快乐。记者陈家军来为做高雄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也做回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18度到20度，中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南部地区对20度到28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